你家己爱分得清楚。师傅，这个师傅真是一个奇怪的人，讲什么善言恶言，你到底是啥物？我连一句都听无。好嘞，哎呦，你才闭店这，还要找我半小时？阿舅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靠家的代志啊！靠别通哦。算唔知柯公主今仔生日偌欢喜咧，专工踮咧盐村楼设宴要款待咱，专工来请咱去啦。阿舅，我无心情，你家己去就好啦。安尼唔好啦，人家生意要请咱去，咱唔去哦，会触到人的意思咧。啊，搁再讲哦，咱搁专工叫因寄来带咱去的咧。是啊，报公主啊，阮公主有交代啦，我也无请你去吼，伊会将我赶出去呢。敢真是有这款代志？啊，报公主啊，你都唔通互阮做下骹手的为难啦。对啦，莫互为难啦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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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男子汉大丈夫应该交友广阔。啊，这啉烧酒较风味的，是要算啥物？你咯，那个请柯公主多多出来出来见识见识。冇，迄不敢，迄不敢。是讲，老长官，你的意思？就有需要啦。我来讲，阮只有算个好嘢人，哈，财产遐尼多啊，将来所有产业我来拢总交代这个别人来掌管的。啊，只唔了利用这个时阵哦，加出入内外，见一下世面，下摆唔才有经验对无？有需要。有理，讲的是有影啦。想话讲转来，咱既然咱大家吼对目前吼期待很乐观，咱绝对袂当有失望，对不？对，一定看敬伊一杯，对不？来，过来。哦，我讲有理哦。有来，来，来，我公主啊，啊。老公主，伊足厉害的呢，来，搁一杯来。袂用的，我袂用的，去啉嘛。公主，公主。我咧看哦，阮6年万里啤酒啦，第一瓶啦，就我喝醉啊，无安尼，恁大家啉，我先送伊转来吼。哎，无那么切啊！等，时间搁早着对无？啊，大家搁啉了袂欢喜，啊，你即摆走就无意思啊，对无？先互无连吼入去房间休困，咱继续啉。甲时到啊，咱甲带回去就好啊嘛，吼。啊，你够痛！来，赶过好嘞。我已经将柯公主送入房间去。小青。迄人是啥呢？这是一个配。小姐啊，小姐啊，我地方好呢，小姐啊。咦，安尼对遐你困啊？小姐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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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安尼啦，小姐来安尼，叫人啊，叫人啊，叫人啊！这样，你看，老嘞，你哪做这个好大代志啦？阿姑，是我无代啦，是我代志。无然啦，刀吼伫你的手中，啊，若我死掉你的身躯边，你上我较去承认咯。不是我打。
明老板啊，你徛敢若插头红啊咧？快性命呢？啊，较紧报外母啊！报外母。大胆不可能！秋香虽然是皇帝的酒女，伊甲你好冤好仇啊！你还敢下此毒手啊！大人，冤枉！若毋是我杀的，迄个时阵无人已经酒醉啊，啥物代志我都毋知啊！大胆！你还敢摕我1,200撮啊？哈！从现场的情形看起来，你明明是逼奸不成才来下毒手的。毋是，迄若毋是我杀的，真正毋是我杀的，我无杀人。哼！狗不大不养，人不大不教。来呀！对，当把20个大板。我老人家。关龙啊！老人表爷，老人表爷，老人哪有法啊你啦？老人有要紧吗？老人，你请一个大人心啊！无大人，那毋是我杀的。大胆民妇啊！哼！你也敢闯入公堂啊！来啊！来，将伊赶出去！大人有命！关老爷姓哦。哦，你都报家的老总管啊！关老爷，这位就是报复人啊！伊这回就是为了关心后生啊，所以行动较冲动。请看在老社民主，莫甲一般。这是公堂啊！公堂之上，民妇免来去遮大细声的，哈！就是讲伊是皇亲国戚啊，也免如此的放肆啊！来啊！来，将伊拉起来！走！大人。老管家啊，咱是家己的啊，我当作吼，咱是兄弟啊陪咧。你其实，你要陷害本官呀！哎呦，大人啊，我天照大嘛唔敢安尼做。总讲一句啊，你大人有大量啊，手势个较悬咧，莫甲伊计较嘛。对啊，阿爹啊，其实哦，保夫人甲老小姐哦，因是一时的心急，疏忽之意，并无迄个乱传公堂的意思啊。搁再讲，因总嘛是女流之辈嘛，吼。当然我无甲因计较啊，也毋过哦，我若要甲因释放安尼我的威严哦，真扫落地呢。安尼我损失偌多了。知啦，知影你损失足多啦。所以你专工传遮来，阮也尽一个心意，甲你补偿一下。对，你当做我爱钱哦。好啦，爸，莫紧张啦，无要紧啦，做你家收落来啦。其实哦，想看觅啦，老总管，总嘛算咱家己人啊吼。既然若是安尼吼，我无客气啦，这银子我拢收起来啦。我等你。我唔爱等去，就是不爱等去啦。你这查看有够烦啊！恁爸为着你啊，趁落电视，你知无？若是无去，就没有无良表现哦，我死都不爱等去啦。你误查某囡，恁爸这是犯了杀人案呢，唔是小可代志呢，你我都救啊！哼，讲啥物我都唔相信无良表现伊会杀人啦。就是安尼讲，无然是我一手饲大汉的。若讲伊会做糊涂代志，这我是相信。也毋过伊若讲杀人吼，迄我唔相信。是啊，无然嘛是我外甥啊，我嘛唔相信啊。但目前人情物情拢伫的呢，
咱是要来共变啦。只会是好家的人有苦公主甲你斗3工啦，要若无哦，无人早人送你府城哦。公主，请你甲你阿爹加讲几句好话，叫伊查好清楚，还阮木莲的清白。这嘛，那要算来无莲嘛是我的好朋友咧，啊，我哪有可能无帮忙伊的道理吼？只不过是，若是囡仔的问题，做你讲袂要紧，哦开偌济拢会用。不是囡仔的问题啦。啊，你当嘛听老后一讲话呢，这人情物情拢齐全呢。这件代志实在是令人为难呢。郭公主，我拜托你啦，请你看在你甲阮木莲表兄是好朋友的份上，你甲阮斗3工，互阮会当见一面啦。木莲表兄。安妮啊，安妮啊。我的主强。我实在做不好的，我个家代志，你连累你啊，我就不应该。木莲，你是安那会做出这款代志出来？木莲表兄，你无太人对哦，你绝对袂生意咧。我甲阿公一定要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我唔知啊，我啥物都唔知啊，也唔过，我不睇，想做演戏的我身躯边咧。迄当阵你啉烧酒醉啊，你啉烧酒醉，要哪有法度杀人？搁再讲，你嘛无理由杀伊啊！我一个大家讲正正，我啥物嘛唔知。阿娘，我实在做不好诶。木莲表兄，你是安怎会变甲遐尼袂相信你家己咧？阿娘，你唔通想要存钱，你阿姑一定会想办法甲你解救的。阿姑，木莲啊，你真好运啊！这回好佳才拄到对方这关脑呀，是我换贴的啦。这当初也毋知他几险内底，要无早就来抬头你知？阿姑，你只要你嘛知道啊，你想，我敢请一代志的人去？这款代志是要安怎讲啦？现不现人个马兰小姐讲亲目睭看到你牙倒咧，对无？已经倒是安怎伫我手的，我嘛唔知影。木莲表兄，你想，是毋是有人故意要害你的？阿娘，我个人也无冤无仇，是啥物人想要害我咧？对啊，我应该去找马兰，无定问马兰遐，伊通查出一寡线索出来。这条研究吼，你若要谈吼，是要谈几啊个月才谈得起来。不过，你即阵若是回答我的问题，这研究就是你的。好，是要回答什么问题？是安尼啦，迄树乡敢真是报木莲台的？这，如吼，我门一开去，我就看到阮树兄姊啊，伊倒在宝公主的身躯边啦，啊，宝公主伊的手诶，搁举一支刀呢。那安尼，迄当阵还阁有另外别人伫遐无？无呢。马兰姑娘，你阁详细想看觅啊，是毋是有啥物可疑的所在？我想到，我吼要旁茶，要入门以前吼，我有看到一个乌影，为内面走出去呢。乌影？嗯，那你有看清楚迄个乌影是啥物人无？啊，有啊，你看觅啊，这块玉佩，这一半玉佩，就是迄个人捌去的啦。你来，老公主，这是阮头家特别叫我摕来好酒，来，你慢慢用吼。好，多谢。老公主啊，你莫想遮济啊啦。对啦，你感觉迄个乌影真面善？那安尼一定是你熟悉的人。你想会是啥物人哈？马兰姑娘，老公主，你想怎？你马兰姑娘。
你是安怎？我来讲你。你要紧无？我来讲你。啊？无开啊！太人咯！救命啦！内底有香蕉哦！太人，内底有香蕉，太人，香蕉来了，香蕉来了。我的自强。对我来，对我来。你才知我去验床啊？老小青啊，凭良心讲啦，你伫迄地路甲无咧讲遐话，我完全拢听到。我是担心你是一个人呢，安尼危险，所以我唔知。哦，原来你是群众我。莫讲群众，你真歹听。其实我是担心你的安全的。坦白讲，这个时阵，敢若我靠背拢上会当关心你的安全尔。故乡，你讲，你讲。那安尼讲，我唔来多谢你的关心，多谢你哈。等下啦，你即马一项出去真危险，即马官府的人四界拢咧找这台新马人的凶手呢。马来也不是我杀啊！讲是你咧讲，但是你有嫌疑呢，哈哈，我知，你惊伊出来作证，害着无连好。我这是无咧。无是你咧讲的啦，你想看觅，这谁会相信啦？我甲你讲，即马这个时阵，唯一会当解救你的安全的人，就是我柯北通。我无唔对，你也知呢，阮爸当嘛是一个官老爷呢。只要我伫阮爸头前讲两句好听话，我相信你无代志无代志，煞咧无能够要马上出工。更真实咧？当然嘛是真实。不过老小姐，你爱知呢，我是有条件的呢。什么条件？真简单，你也答应我的婚事。哈？你有讲唔对啊无？我讲唔对。小青姑娘，你是爱想好清楚，你害你家己无要紧。莫连无连嘛陷害落呢吼，啊？你安怎？你是爱小考虑的真足哦，啊？想较清楚的哦，吼。好，他说你若用叫你阿爹，甲无连爹遐放出来，你的婚事我用考虑。安尼哦，好，赞，好，安尼啦。啊，毋过哦，这件代志一定要经过你厝的人的同意哦。小青啊，你真是要答应继续我公主是？只要伊若肯甲无连边遐放出来，总讲一句，阮报家无这个福气，会当带你做媳妇。对啦，老家啊，你认为安怎？我无意见啦，姊啊，你做主就好啊咧。会当继续考公主哦，是你的福气啦。那偌做是我半暝嘛答应。我的代志免你管啦。嘿，我是因为你是为着要救无莲哦，要若无我才无爱插你。红，你减讲两句啊，好无啦？公主，啊，他小青已经答应要嫁予你啊，安尼你唔就会当将这木莲吼放倒转来？无问题啊。我讲会到就做会到。我是讲吼，拄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将这桩婚事给定落来，啊，正拄好啦。我才有一块吼，迄个祖传的玉佩哦，我想要做一个新闻。啊，你若遐大年啊，变一块块啊。这个玉佩，这一半的玉佩，就是迄个人捌去的啦。安尼啦，我等下吼会还阮内底人哦，啊，专工摕一个更较水、更较水、更较好的玉佩来啦吼。嘿，唔免啦。
为了爱，怎会变成互相的伤害？明明你是我唯一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叫咱分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深情放袂离，嘛着找一个理由安慰我己。啊，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。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，幸福过日。